中职90年5月27号，社团全国展览。光线拢怪怪的。有啦，拢有这位啊。哦。谢谢。刚刚出来。还有双人座，很多高的双人座，空翼。看一下，哈哈。老师。照一下啊。那怎么太近了，照不清楚了。哦，有了哦，人比花。没有。